係，大家好，我係梁福榮醫生。今日咧同大家講咧個題目咧係講肝癌。肝癌咧係癌症裏邊嘅第3號殺手。咁咧有80% 嘅肝癌咧係由乙型肝炎或者丙型肝炎所引起嘅。其他嘅可能性咧包括係非酒精性嘅脂肪肝啦，或者過分飲酒或者抽煙所引起嘅。咁乙型肝炎咧同肝癌咧就好大關係嘅。中國人裏邊咧有10%差唔多即係10個病人裏邊咧有一個咧就係乙型肝炎嘅長期帶菌。咁咧你諗下，如果坐埋一圍 ，OK， 大家一齊去飲嘅時候咧，總有1-2個咧乙型肝炎嘅帶菌者咧坐喺你側邊嘅，所以呢個係非常非常普遍嘅，喺乙型肝炎嘅中國人裏邊係非常普遍。而長期帶菌嘅乙型肝炎病人裏邊咧，如果佢唔接受治療咧，差唔多有1/4嘅病人咧會出現嚴重嘅併發症，例如咧肝硬化，甚至乎係肝癌添。咁咧，所以咧80%嘅肝癌嘅病人係乙型肝炎長期帶菌者，呢個比例又相當高。所以如果要預防呢個肝癌咧，最有效嘅辦法就係先預防肝炎。咁咧，如果你可以預防到肝炎咧，起碼咧你80%嘅機會咧，你會減少咗會成為肝癌。點樣去預防呢個乙型肝炎咧？咁咧首先咧去做一個驗血嘅檢查，睇下你有冇感染到乙型肝炎。如果你係冇呢個感染到乙型肝炎咧，睇下你有冇抗體。如果你係冇抗體，即係呢個抵抗力咧，最有效嘅辦法就係接種疫苗啦。咁咧接種咗疫苗，你有呢個抵抗力咧，你會大大減低你感染乙型肝炎嘅可能性嘅。咁咧政府咧，呢個澳洲政府咧，對於一啲乙型肝炎帶菌者嘅家屬咧，佢哋係可以俾佢哋免費接種呢種嘅疫苗嘅。感染乙型肝炎嗰個途徑咧有2大可能，第一個就通過血液嘅接觸，第二個就通過性接觸。所以咧，如果有人係流血嘅時候，你最好盡量避免去接觸佢啲血液，因為你唔知道佢係咪乙型肝炎帶菌或者有其他嘅菌啦，所以唔好接觸別人嘅血液。咁咧，如果係你嘅性伴侶係乙型肝炎帶菌咧，所以你都要 check 你係有冇呢個抵抗力。如果冇嘅咧，你要盡快去打咗呢個預防針。除此之外咧，喺屋企裏邊咧，記住啦，唔會共用牙刷啦，唔好共用剃刀。咁一般人咧，我哋都唔會共用牙刷嘅，但係咧有時咧瞓到朦鬆鬆嗰陣時，攞錯咗個牙刷咁刷咧，咁都有可能咧感染呢個乙型肝炎㗎。咁咧最好分開啦。如果屋企裏邊有人係乙肝帶菌嘅，嗰啲牙刷私人嘅用具咧，最好分開啲。咁咧剃刀咧，一般嚟講咧，我哋都好少用剃刀㗎。咁咧，但係咧一啲嘅理髮店裏邊咧，有時咧我哋嗰啲髮腳可能都有人用啲剃刀嘅。咁就需要盡量避免係用呢個剃刀。一齊食飯咧就唔會有感染到嘅，因為你唔係接觸到佢啲血液，又唔係性接觸啦，就咁去食飯咧，大家就唔需要擔心係感染到乙型肝炎。早期嘅肝癌咧可以係毫無症狀嘅，咁所以咧我見到有好多嘅乙型肝炎帶菌嘅病人，佢就講話：喂，我都冇感覺 ，OK， 所以我其實都唔使理啦。咁記住，千祈唔好憑感覺，因為咧，如果你憑感覺到你有感覺，咦，覺得個小腹脹痛咯，咦，或者我個面變黃喎，喂，咁嗰啲咧係已經去晚期噶啦。咁咧千祈唔好憑自己嘅感覺。如果你係乙型肝炎帶菌咧，你一定要定期檢查。記住，冇一個叫做健康嘅帶菌者嘅，所有帶菌者都會有可能係會有呢個肝硬化或者肝病變嘅可能性，而且佢仍然係有感染性嘅，可以傳俾其他人。佢哋必定要係定期
做身體檢查。嗱，暫時嚟講呢，我哋冇一個好有效嘅藥物可以根治乙型肝炎病毒。如果你一旦你係感染咗呢，成為長期帶菌者呢，我哋只可以依靠係定期嘅檢查、驗血啦、做超聲波啊咁，提早發現你有冇肝硬化或者癌變嘅可能。如果有嘅，盡早去治療。嗱，所以只有盡早嘅治療係唯一可以保障你嘅身體健康。暫時嚟講，我哋仍然冇辦法係好有效嘅將乙型肝炎呢個病毒咧喺你身體度除去。咁所以咧，記住係定期身體檢查。記住唔好憑你嘅感覺嚇，唔好話我感覺到唔舒服啦，咁我先去做檢查啊。男士裏邊咧40歲以上，女士50歲以上，記住每6個月要去做一次嘅驗血，每6個月要做一次肝臟超聲波嘅掃描，每2到3年做一個肝纖維嘅掃描。嗱，唯一係定期去做檢查，提早發現，提早去治療，係呢個唯一嘅出路。直至到我哋有效嘅藥物可以根除乙型肝炎為止，所以我哋仍然係要定期去檢查。嗱，部分嘅乙型肝炎帶菌者咧，可能要長期服用呢啲抗病毒嘅藥，唔係每個都需要，有部分需要。咁點知道邊啲需要，邊啲唔需要呢？我係通過驗血啦、做超聲波啦，或者做肝臟嘅掃描，可以決定邊一啲嘅乙型肝炎帶菌者係需要長期服用。嗱，點樣去揾呢啲醫生呢？咁有啲嘅家庭醫生呢係可以開嘅。咁你可以喺網絡上邊揾 S100 prescriber， 你可以揾到邊啲嘅家庭醫生可以開呢啲抗病毒嘅藥，或者你可以揾肝臟嘅專家，咁咧佢哋都可以開呢啲藥物。咁咧記住唔可以隨意去停止呢啲藥物，咁咧應該係聽醫生講。絕大部分人都係要長期服用，除咗少部分人可能咧可以停之外，但係一定要諮詢醫生嘅意見。我今日嘅癌症小課堂咧就講到呢度，祝願大家身體健康，生活愉快。康恩關懷中心為癌症病人提供免費嘅支援同埋服務，如有需要，請致電0412384838。